用黏土要做成一蕊花，爱用限定的材料，雕塑成型以后，也需要等待，才会当做下的媒材。复杂的步骤，和每一把花嘅作品，拢需要3个月搞工。其中有赞助的表现，和黏土花产出有了生命力。伫幼教退休的黄文琪，因为对黏土有兴趣，无师自通，愈学愈有成就感。除了伫海事学校甲社团，伫创作10几档后，应女安平美术馆的邀请，嘛举办人生头一摆个展。展览当中绘制伊上爱花以及农作人物等题材，每一包作品拢相当的逼真，同时借此回应上帝对伊爱甲恩典。恩典的话，就是我觉得我从小上帝给我的恩典非常多，然后我们在基督教的家庭，在有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然后所以我会在我的名字奇嘛，就把它叫做奇异恩典这样子。手工的艺术创作，用力美感，互人疗愈放松，嘛，互黄文琪找到下半人生的得主得彩。同时，嘛，到伫乐龄学习中心，鼓励社区长辈走出户外，持续学习，创造无限的可能。一方面，他们可以学到很多技能、不同的东西，然后透过粘土创作，让他们对美又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手脑并用，让他们不会就是都待在家里面煮饭了而已。透过这个，他们对他们有很多帮助。然后我自己也透过这个课程，让我得到很多回馈。运用黏土艺术来是当替人定做手办画作。黄文琪将上帝听用力作品，邀请大家把4月13号进前的拜六礼拜，前来感受上帝恩典甲喜乐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